原来这才是刘惜君15年前的性感绝杀。我也不会难过，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。09年，刘惜君在被郁可唯给拉下神坛后，她也曾被唱片公司邀请去商演。可让刘惜君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她准备开口唱歌时，说好了全开麦演唱，结果变成了翻车现场。说有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？随后，刘惜君急忙望向了工作人员，着急的示意这个话筒没有声音，而歌迷为了不让刘惜君感到尴尬，便一个劲儿的大声合唱。然而让刘惜君万万没想到的则是，新换来的话筒同样没有任何的声音。做有什么不敢做，怕什么？相信我，不在乎，就算你走就这样，在经历2次演出事故的刘惜君，只能用微笑来掩饰主办方的失误。待到第3支话筒落入刘惜君的手中后，这场危机才算是真正的化解。或许对于刘惜君来说，全开麦才是最完美的演出。就讓這大風吹，一直吹，吹走我心裏那段痛那段悲，讓暴雨沖洗風中唏噓。當初的你，彷彿是天注定。